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上帝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相信人们得复活的救恩，因为接受上帝就必能够得到保守，就如同过去牧师时常提醒的，在圣经当中经常提醒我们，要得救呢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要愿意接受，愿意与上帝同工，才能够得到救恩的神迹。以斯帖记就记载了一段非常神奇的历史过程。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中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。第二天，王和哈曼再次去赴以斯帖的宴会，喝酒的时候，王又问以斯帖：王后以斯帖啊，现在告诉我你想求什么，我都会给你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也愿意给你。以斯帖回答：我若蒙陛下的恩宠，请答应我一个请求，我求你饶我的性命，也饶我同胞的性命。我和我的同胞都被出卖在刽子手的手中。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，我一定会缄默，绝不会开口为这事烦扰陛下。可是我们要被灭绝，要遭灭种之祸了。亚哈随鲁王就问王后以斯帖：谁敢做这种事？这个人在哪里？以斯帖回答：迫害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顿时惊慌失措，王愤怒地站起来，离开酒席到外面花园去。哈曼看出王决心要为这事惩罚他，就留下来求王后以斯帖饶他的命。当王从花园到宴会厅时，哈曼正伏在以斯帖靠躺的长椅上求怜悯。王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就大发雷霆，说：这个人竟然在王宫里当着我的面非礼王后吗？王一说出这话，太监们立刻蒙住哈曼的脸，其中有一个太监叫做哈波拿，上前说：哈曼还在他家里造了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，要用来吊死救了陛下性命的末底改呢。王下令把哈曼吊在那里，于是哈曼被吊在他要吊死末底改的绞刑架上。王的怒气这才止息。因为末底改的相信，也因为以斯帖与主同工，因此无论是在本国或是在被统治的国家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上帝就赐下了保守，让原本要陷害末底改的死刑刑具变成了意图加害者被处死的处所。启示录当中，约翰也是宣示了上帝的启示，并且做见证。他在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20节当中提到他所领受的启示。主向他宣告他是永远的上帝。约翰这样说道：我是约翰，你们的弟兄，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，一同忍耐，也要分享他的主权，为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做的真理。我曾被囚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
有一个主日，圣灵支配着我。我听见一个大声音，好像吹号的响声，在我背后向我说：“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，然后把这书卷寄给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迦摩、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嘉7个教会。”我转身要看谁向我说话，我看见7个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个像人子的站在那里，身上穿着垂到脚的长袍，胸前系着金带，他的头发像雪，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，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的闪耀，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的铜那样的明亮，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声响，他的右手拿个7颗星，口中吐出双刃锋利的剑，他的脸正像正午的阳光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人一般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怕，我是开始也是终结，我是永存者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活着，而且要永远活着。我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你要把所看见的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都写下来。你所看见的，在我右手中的7颗星和7个金灯台，它们所象征的奥秘就是这样子。7颗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诗篇122篇，有人对我说：“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。”那时我多么兴奋！现在我们来到这里，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。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，既整齐又和谐。各支族，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，都来到这里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。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，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，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。愿爱你的人都兴旺，愿你的城里有和平，愿你的宫里有安全。为着我的亲友，我向耶路撒冷说：愿你平安。为着上主我们的上帝的殿宇，我要为你祈求幸福。感谢上帝随时赐下保守的恩典，使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得救。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永活的上帝，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